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这件，可能是车顶藏毒，看到警察心虚，开始催速度来绕跑。结果伫前镇甲新兴区，伫2点钟内前后弄到3个骑士甲1个小男童。好你家在，互弄到的民众拢无介严重，警方就开始来围捕。查到车了后，压请出来险伊落车，顺利甲扣起来。果然，这车顶有毒品。一台蓝色轿车雄雄对车路冲出，搁雄雄倒滑，甲地形的机车弄飞。驾驶无停车，直接绕跑，互弄到机车倒伫涂骹行，嘛互弄歪。机车一对母仔囝摔伫涂骹，加载人无代志。调衰驾驶无偌久，搁伫另外一个路口弄到2台机车，所以车牌接落伫现场，警方嘛开始巡线掠人。警方约到肇事逃走的蓝色轿车，驾驶一路车，佫想要逃走，警方随押请爱动来调查，发现这位驾驶6月30号透早11点外，伫前镇区德昌行人街弄到一位65岁妇人人，下晡1点，佫伫新兴区弄到一对母仔囝，依走3公里了后，佫伫前镇弄到41岁女骑士，2点钟内连续弄到3台车逃走，造成4人重伤。车内查获3级毒品 K 命，黄嫌酒测值为0，依肇事逃逸罪嫌移送。查某人互掠着了后，讲是着急要转去，才肇事逃走。不过警方伫伊的车顶抄着毒品 K 命，怀疑查甫人是因为藏毒惊互掠，才会着急要逃走。另外，感受食毒赛车，搁爱调查清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